生像一条好长的歌way，有喜有乐，有感动有快乐。人生也像一本书，有思想有道理。人生更像蘑菇，一晒风采，酿出金色的大地，来睇暗香风华，感受一段的人生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玲，欢迎收看《暗香风华》。唔知大家有参加过营队的活动冇？冇同样的营队，因为目标冇相同，会发展出一段有自家特色的课程。喺屏东6队地区呢，都有一个个特别的营队，如喺我哋呢6队设计营。喺设计嘛嘅喏，我哋今日特别有请到设计营的副营长刘浩明刘大哥来到节目现场。刘大哥，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小明哥，阿明哥。好。阿明哥，想爱问哈，因为我哋更加有按到嘅设计嘅专业嘅课程，也有嗰度學教嘅有設計呢。做乜嘅人哋話攀安尼嘅設計人咯？也會名按到6隊設計人。最主要嘅一個目的嚟講，表我哋設計那些朋友，第6隊係乜嘅？因為一個重要嚟講，我哋常常會把同到客家一個主題嘅時間，我哋都會把北部嘅客家人同南部嘅客家人全部撞強下嘅。嗰度設計嘅人，伊哋接觸到客家嘅主題嘅時候，伊都上網 Google，都看到乜嘢桐花啦，藍山啦，都睇北部嘅嗰種印象。都睇北部嘅東西，但是我哋南部，我哋有南部嗰特別嘅自家嘅人文，自家嘅文化。嗰時我哋會希望講，盼也係伊哋發通，幫我哋設計呢同嘅朋友，可以提供，我哋喺邊接到客家嘅時候，我哋可以提供6隊係乜嘅，6隊有乜嘅特色，而且地方有乜嘅元素，乜嘅色，乜嘅文化嘅東西，一定有乜嘅特別嘅傳統，呢種東西唔係講我哋以網絡上查到嘅東西，最主要希望講，安尼營隊可以不一定地，我哋咧冇強用。咁你哋那個營隊是怎麼樣運作呢？是招生，這些過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嗎？好，冇問題。我哋一班營隊最主要係5日4夜，5日4夜，係50錢，能報名費。那來報名嘅人，我哋係希望講唔係設計呢學生嘅，無論已經喺社會上工作嘅工作人士。設計師係，我哋後來咪嗰度設計師來報名，因為一定喺度會發現講，一定對一定嘅工作地位，一定真係對6隊，真係唔熟悉。係，一定發現6隊路，一定會喺 Google 上看到呢個東西。但是，做乜排5日4夜地方，我哋我係一定負責做出一啲東西出來。每一個人要有作品。係一組，2個人一組。2個人一組。係。嗰時，但是我哋前面會有2日，第一我帶伊講，乜嘅6隊嘅文化。第二，我帶伊哋下一看，我哋6隊人嘅想法係乜嘅？俾伊哋看到我哋6隊人有乜嘅個特別嘅東西。讓伊哋去慢慢地去提供，我哋一片6隊嘅想法，我哋過日嘅，我哋擺喺白講，我哋用嘅東西啦，用嘅地方係冇唔錯。我哋東西可以讓伊哋喺設計嘅時間有無同樣嘅想法，無同樣嘅靈感，刺激他們有想法，咁你講起來，一般嘅人冇法度去參加，錯冇？有個問題。一開始我哋是我哋當然是反映講會太部分人來，但是我哋承認講我哋都聽應該去參加嘅，因為從安尼嘅發通提設計界吼，會少有。如果要帶人出去了解伊啲文化，其實嗰度設計嘅發通係唔可以先交幾多錢，然後要來比賽，因為我哋係有獎金嘅。嗰時冇幾少講有安尼嘅設計人講要搞樣東西，嘅報名費要幾便宜，然後又有比賽又有獎金。嗰時體界嘅時間，佢兩年參加以後，回去嘅時候都同伊哋啲學弟學妹，佢講唔得一定要來參加呢東西。結果體界參加嘅時間，千多年。係我哋後來我先到講，
真的要先多年了哈，可能以前冇得过奖的呀，冇杀死的呀哈，可能老板教唔入来。是。对。個專業嘅養對呢？會變成個專業嘅人對，係。哦，咁呢講起來，其實唔單一個養對啊，嗬，其實都係將設計同一個店家，讓他們結合，你們算是一個中間的媒介都抄嘅，好嘛？哈。對。咁呢，其實講起來，我如果是店家，可以自己去搶嘅設計師來同埋設計東西啊，做乜嘅愛參加唔同嘅活動咯。係，你也咪提供我都幾好講，亦喺我哋當初綠隊設計人，伊哋幾創業嘅伊哋人來講，我哋做乜嘅做伊哋綠隊設計人？因為因為我哋以前團隊嘅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去做我哋咧廠商嘅培育嘅事情，我都發現講我哋南部嘅廠商，會細型。全部都是微型產業，還不到小型，是叫做微型產業，比小型還更小，還更小。那微型的產業有啲貴重要嘅東西講冇錢，冇人，冇錢，那我係做轉發式的哈，伊哋冇咁多錢，因為伊哋本身作為事業都冇幾大，嗰所以伊哋收入嘛冇幾大，第二冇人，冇人係講，除非講冇人才以外，冇生意。唔係講冇生意嚟講，冇下一代係冇後生嘅天數，全部都人意佢睇。我哋客委會一定該有心去栽培我哋嘅客家產業。可是問題係講來，看都看唔實。錯。咁都話按用我啲天數樣，我哋嗱發現講，其實我哋綠隊嘅產業，มัน處在一啲該蠻起步嘅一啲角度，一點點轉型，即個有問題。嗰時候其實我哋都同學初中啦，伊啲高中討論過，咁我哋有乜嘅方法可以睇把我哋呢一道微型嘅產業，可以提高到一啲我哋睇得到我哋客委會補助嘅一啲腳步。好，嗰時嘅處長都講，我哋先把我哋呢二軍啊，係把它培養起來，可以打小聯盟了。小聯盟嘅時候，我哋呢至少可以講。可以聽得到，好，我哋客委會栽培嘅東西大聯盟，因為我哋而家連二軍都冇。嗰時候其實講，咁我哋咧每日嘅產業嘅時候，我遇到嘅問題，其實我咪要想做啊，但是我以前廠商嘅時候，伊做出來嘅東西，同我想嘅冇共樣。係，同我想嘅冇共樣。聽見你講，哦，可以嚟鬼講哦，有法布哦，呢啲東西擺出去啊，全部都法布，全部都共樣，冇特色。係，第三都講，我哋即係有時用我哋個專業嘅角度嚟看一啲別人委託設計出來嘅東西，我都發現講，有啲設計師啊，唔了解，可能都拿一啲公版，公版嚟雕，上面客家元素係乜嘅？花布、桐花，對，雨傘、藍色，讓你哋雕上去。嗰時我發現每一啲人設計出來嘅東西，差唔多。咁人講又係客家，人講咁，我哋綠隊嘅特色咯，都唔掂，你連設計師都唔掂。廠商嘛唔掂，我用我同設計師講，我哋要綠隊特色，因為講，咁綠隊特色。嗰時我哋都想過，咁我哋係咪可以用一啲我哋中間嘅一啲角色，嚟幫我哋嘅設計師同我哋嘅廠商，好互相了解，好互相溝通，係有一啲當初一啲最重要嘅一啲內容。超好，溝通真的很重要。重要。因為假使講設計我哋可以嚟溝通最簡單樣嘅，其實伊睇慢去觀察嘅過程，真是能花時間，好冇？嗰時候唔定我帶學員去看伊哋嘅成法，看綠隊體系嘅成法，人都乜嘅安奇妙嘅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嗎？好，呢當然都發生咗嗰度幾神奇嘅東西啦。當一邊我再補充一下東西嚟講，我哋除咗一般嘅廠商以外，因為嗰時陣我嘅處長都講，咁我哋其實係有啲幾重要嘅一部分啊，我哋咪希望我哋喺綠隊設計人有安尼嘅功能，講我哋有幾多會消失嘅記憶，譬如講書變嘅做門梁，我都做我哋打嘅皮骨，
弹棉花。弹棉花，哈哈哈。咁我哋想講，我哋一個傳統嘅技術，可以喺我哋度參加學人，同人聽書上一下。有乜嘅新嘅文創嘅商品，冇得講新嘅產品，可以俾我哋一度東西，可以技術可以下希望，亦係天意嘅。第三個講，我哋其他地方，我哋嗰度嘅我哋陸隊啲戲嗰度，佢講係傳統嘅技藝，技藝。我哋要綜藝田啊，我哋北紅嘅文化啦，我哋要攀花文化，可以擺到文化嘅東西。而呢一條冇得講一條綜藝田，而這個本身，而嘛希望講可以同我哋嘅年輕嘅朋友去接觸。可是而哋唔知可以點樣做？唔過像伊啲設計師講，你同我設計啲綜藝田嘅東西，設計師會講，世界上多路上山。好，如伊啲抗爆，好，佢嚴肅嘅呢個東西，可是伊哋嘛會感覺到講，假如係咪可以聽出一條嘅我哋文化方嘅東西，有啲文化性嘅產品出來，可是都變成我哋要陸隊設計人有三個主題，一啲一般嘅商家，一啲傳統嘅技術，係一啲我哋咧技藝類嘅東西，對。中高技藝類嘅東西，可是我來一邊咧學生咧，報名以前都先想好唔來做乜嘅，可是我哋一定會點嘅，我哋會全部會先用去網路行，一定可以先做功課，但是我同講，一定做唔做乜嘅功課，因為網絡上潛嘛係都童話、理想係亂，但是一定來以後，我發現原來我哋陸隊乜嘅辦法，我哋辦法用嚟聽，用嘅法。OK， 最重要。然後我哋要檳榔山。檳榔山。要檳榔山。然後我哋要從我哋呢部嘅，其實我哋呢部喺嗰度，我哋以前古老行業全部喺呢部嘅。我哋要做做工牌嘅。做工牌。我哋慢前面都做門簾嘅，打皮骨嘅。好，嗰度我哋全部帶下一塊。傳統哈。嗰時我哋一般5月4月禮拜有2日一天喺度按住嘅路卡。嗰時嗰度學生嘅，不要攞喺度隨便叫下，你能提供，而愛負責設計嘅東西，本身很用嘅一種做法。仲有把有啲細模嘢，你真係喺度睇伊啲李桂文先生嘅路卡。各位觀眾朋友，設計冇簡單嘅嗬，等下呢一定還有好多好奇妙嘅故事，我哋等下過來同阿明哥來分享。本台一下，也係。味道乜嘅東西，乜嘅創傷，設計嘅花器。也幾有乜嘅創傷哦。而且看到也幾好，安尼嗰種很像我們的書法啦。但嗰度嘅人強嘅，因為對設計嘅角度來講，也嘅東西其實可以突出乜嘅？元素。觀眾朋友，歡迎歸來暗鄉風法。頭都同阿明哥講啊，一條學人愛入到長生嘅路卡去吃，一定有幾多個奇妙嘅故事。阿明哥，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冇？好啊，將我哋有啲學人係什麼嘢？嗰人強係什麼嘢？阿姨分到喺我哋呢輩嘅個有名嘅做手工嘅做門簾嘅一啲係李桂文老師嘅路卡。我哋想講係啲什麼嘢？喺啲睇嘅拍唔毛。我哋想講跟阿哋唔拍，我哋同準備外面吃，後擼麗莎吃。結果嘅什麼嘢2年都冇過來。用嘅咯。喺啲睇嘅李桂文嘅片2年冇水冇。有幾家喺李桂文嘅片吃？係。阿冇水冇。係啊，講喺度，我哋都幾擔心，講緊你做乜咯？伊講啊，伊即個做設計都更加，伊真係冇去設計，去做一啲東西講。伊哋可能佢會畫圖，佢會天龍畫圖，畫圖畫佢講，但是伊真係冇看過用去變一啲作文臉出來。嗰種嗰種因為講，伊根本嘢愛同樣作文臉設計一啲
文创的商品，我都讲伊啲无强好东西嘛，伊一天爱滴用的去变。故事也就什么嘢，伊只是鬼有精神的讲，一堆用的拍做嘅开始。拍做嘅都开始拍即个拍。嘿，因为迄个讲唔错，我唔会欣赏哪帮爱嘅一记拍好嘅。伊爱对开始做嘅开始拍。故事一路拍过这个阿叔，但是伊讲唔怕，我哋这个学设计嘅人，我哋都爱滴讲。伊咧做文量，唔係講講出來都一條做嘅本咯，伊定對伊咧做嘅，用嚟去拍嘅腰撞個腰，咱開始去讀，而且唔記做文量，唔記每一期做嘅，我用嚟擺，係有學問嘅，因為唔記接啦，擺喺無強樣，唔記做文量過出，係，嗰時一路咧慢慢地開始對拍做嘅開始學，伊講一路同人講。伊如果冇地種都唔怕，伊要不學嘅啲東西，伊感覺到該有加車。一般嘅設計師，然後對美嘅角度來看，看東西可能講模，外面看能講模，但是伊能常常唔底部很樣做嘅。內涵是什麼？內涵係，還有最重要的講，我哋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到底我哋咧傳統嘅技術，係傳統重要還是技術重要？譬如講我哋嘅做文量。中文件係中文量件冇人用，因為用嘅地方太少。咁安尼，我哋向學生嘅來同中文量設計啲新嘅東西嘅時候，伊到底係把中文量，拿去做過獎嘅中文量，還是講我哋把中文量地部有創業嘅技術留下來，我哋轉化配啲東西。佢就將後來中文量有啲主題，我哋唔該都有，每班我哋都會有學生嘅參與落來。用中文量來做一個主題，像去年呢，伊都把個中文量全部除下，可以透光的亞克力，就變成一個小夜燈。嗰種幾種嘅，然後透過嗰種竹柵欄的嗰種繞射的原理，佢透出來講，都冇強用，實有冇強用。嗰種就變成對啲我哋咱可以做當陽光的嗰種文量，就變成一個夜燈。奇妙呢哈！奇妙，你只要從那個一點的技術底部有一些技巧，把它運用在冇強用嘅素材，如有冇強用嘅設計。安尼也要技術都可以繼續下去。因為文量，我技術我受係如果因為文量冇人用，但是都當我哋想，係文量重要還是技術重要？我哋一定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係，還有一組如果，我哋幾時就喺本到一啲農場嘅。農場呢係喺外面，住外面，喺外面露營，對，很有趣哦。喺度涼夜，自己搭帳篷嗎？自己搭帳篷，有冇嘅奇妙嘅事情嗎？如果讀到嗎嘅？講中華係喺外面來講，我哋啲農場，我哋買都買啊螢火蟲，同成。嗰時候嘅係嘅生態園區都超嘅，係，一定有富裕螢火蟲，有富裕螢火蟲。嗰時講，嗰種比喺地部嘅話，你喺地外面，安不呀螢火蟲圍繞着你的感覺。嗰時你變成講，其實也會用安不對嗰種設計師來講，係真係親身去了解伊啲行業，伊啲創傷，到底伊係做乜嘅嘢，伊係咩魅力喺裏邊。安尼睇嘢最尾在設計嘅東西嘅時陣，伊哋啷地講。唔係啷東西可能講，伊啲產品真實的精神係乜嘢東西？精神最重要，唔係講看講如何嘅嗬。咁你講起來，其實像黑亮暗部對呀設計師來講，未來時間嗰種嘛唔多啦，擺去了解講真實嘅生活經驗嗬。咁你一定做出來嘅作品，真係有前好嘅作品咩？你連幾專業？也有我哋感覺到講，嘛幾神奇嘅地方都講，其實設計一定學生嘅人嗬，還是有一定嘅專業啦。雖然講能兩日安撫呀，但是一定規格都會對地部去抽取出以後嘅嗰種設計嘅元素嘅，一定嘅眼光同一定嘅專業都真係同我哋都冇共樣。但是嘅需要啊嗬，因為我哋每擺係如果做一個問卷調查，開始拍每一個問卷調查，如果有一句話講鐵桿。鐵段的時間哈，鐵段的時間，因為我哋他們提議嘅下組，如果係的提最實際嘅提嘅想法嘅，提議嘅下組，如果提出想法，係，我哋5月4日地方，伊哋提3日
都冇人选冇。冇水冇。本来我哋米咧，因为全部学生嘅攞带过来，然后我哋外面会比煮熟啥别人吃，后来发现天上面海白都唔是煮嘅，唔是煮嘅，因为全部生意嘅，全部学生嘅，全部喺工作室里面嚟灌东西。更重要。係更重要。我都同佢哋韓松師成班差唔多，都抄嘅。哦，咁呢海白都唔是提供住宿嘅，你哋還是要標東西啦。講，故所講，有嗰啲派啲產品，因為我有看到講，佢們啲現場有一些，你嗰種同我哋介紹一下好冇？好，從有嘅係啲花器，係啲花器，但是我本台下，又係味道買嘅東西，買嘅床上。設計嘅花器，也嘅我買嘅床上哦，我常看到也嘅嗬，安尼嗰種很像我們的書法啦，其他我真是看唔到順嘅。也係床上喺我哋呢輩個有名嘅，伊哋做做工牌嘅。做工牌。係。哦。其實做工牌，如果想講做工牌也係產品，一類也受人用。因為其實人家睇碌卡，我要擺佛堂，冇得講我要擺做工牌，一類也受。但是也要喺我哋客家商業裏邊最重要嘅一點，因為我哋咧客人咧做工牌就好容易都冇共用。冇共用。但是唔知有冇講啊？咁我哋客人後來反映嚟買做工牌共用，一種東西係唔係買過可以拿嚟做，而且唔可以隨便標。錯。嗰時也學生嘅，伊都發現講，其實做工牌好。同唔好，最重要係嗰隻絲寫得講錯，因為一個上面寫碼嘅東西吼，已經停版咧。錯，好，那寫碼嘅東西，行人咧同好容易是冇共用哦，但是佢碼都停版了，但是上面嘅絲差幾多？好，嗰時伊都設計到，伊嗰邊咧絲嘅一畫，好，也伊啲烏色，因為我哋客講嘛，伊啲係烏色嘅帶，加上金色，做出嚟咧，嗰台版嘅伊啲花器，馬蹄做也要我哋咧嘅。公司也要創上設計伊個名片，好，伊個咧名片，伊個咧名片，係，哦，有個名片，係，嗰時變成伊個花器嘅時間，你都可以買貴嘢啊，你變成講係雖然係做做工牌嘅，我要也要我哋講我哋嘅文創商品，你變成講我貴好也價點嘅，但是我冇辦法買做工牌貴，但是我可以買下貴嘢，我提供哦，也係對那個。百年呢做工牌點嘅做出來嘅花器，但是我要把伊也要真實的伊個精神可以帶過去，從也要對我哋嘅傳統嘅伊個技術嘅人，伊個幾好嘅伊個轉化。是啊，一定對人來講，一定做出安尼嘅東西，一定嘛自家幾歡喜。伊個幾歡喜，伊定講我做完一生年咯，我都唔抵可以做安尼嘅，因為本來都係唔睇伊個地方鐵舊嘅。唔能看到伊也要困境。而家我哋幾多嘅年輕人，因為對設計嘅角度來講，也要東西其實可以儲出乜嘅元素，可以拿嚟轉化做乜嘅東西。比如也要，因為其實講也要商品賣唔出去，點嘅都冇辦法下去。佢加上講，我嘢東西可以多銷，比如我哋咧點嘅可以下去嘅吧，唔可以也要技術。你不會，你永遠會有一個專門做百年的做工牌嘅店，也幾重要。我係也要買係專團，也係做乜嘅？我看到誒，甜酒釀。甜酒釀，唔講我哋以前嘅甜酒釀都叫做玻璃罐嘅，紅色嘅蓋嘅，啊而家嗰種嘅上面加啲花布，台北嘛係嚟蓋，新竹嘛係嚟蓋，南部嚟蓋。我哋當初看到亞威時時，我哋咪想哦，係啊，我哋做乜明白想到甜酒釀，我哋想到幾老嘅東西。嗰種表現啊，迄設計伊啲安尼新嘅安尼東西，更加乜人我可以接受到。好上癮啊！好上癮，係嗱。而且以前我哋常常有一件我幾唔清楚嘅事情，你講我哋專門睇日嘅泡菜嘅時間。如果安尼安太嘅身體安西在，然後如果日泡菜，喺來白鋪嘅嗬，一個聰明嘅，一個要敷伊啲湯匙，湯匙係一般日。我其實想講，你要安排日，我要安排日，20多個時咧糟蹋埋。你設計安尼東西是，唔得本人買嘢唔方便。可是喺來講到你要安尼東西嘅話，其實第一唔是按太乾。人家人冇人會識到研究，
适合的100、200适合的，安尼都好诶。天意防骗用，其实对伊的销量其实会够好。哦，超好，就是回购量，对不对？好，观众朋友，设计唔係搶獎如何，話愛同神法做結合。等下我哋還有其他嘅設計作品，我哋等下過來看。這個安尼東西，我哋咧免稅店伊啲公司，伊等好，因為伊都話講，你改變也要嘅髮色，雲間哦，因為我哋以前咧客家生活哦，佢權儉，結婚啊，同平常做個字窮樣，做窮樣嘅衫。但是味道講講，我是喺來結婚呢，我哋來是做嘅哦。如果說形容咯，我有一啲雲間，如果你皮一定要剪頭，裝飾，係。各位觀眾朋友，歡迎過來暗鄉風法。頭先我哋講嘅一個綠隊設計人啊，聽講呢唔單止台灣嘅學人來學習，還有外國人來學個，係咪啊？明哥？係，我哋一擺綠隊設計人到人家，我哋由香港嘅，係一對肥族來嘅。肥族。係，我哋全對香港來講。好。香港係令人鬼權嘅地方，但是伊哋咧香港嘅同學來我哋一邊以後，我發現到，冇想到我哋可以遇到伊哋南部嘅客家人，嘅文化，做出伊哋安尼嘅樣對出來。因為伊哋即個感覺嚟講，我哋香港都可以上一把，嗰種我哋在地嘅東西，嗰種都慢慢嚟都冇嘅。但是伊來到有樣對以後，伊都發現到我哋遇到我哋南部嘅客家文化。我哋聽見冇相同嘅地方，我哋做安尼樣對出來，然後設計出冇缺嘅東西出來。香港因為香港更加咯很都市化嘛，哈，嗰少安尼傳統嘅東西嘅，哈，咁幾喏肥族嘅喏，用安印喏。當初我哋接咗肥族安尼時候，我想講肥族嘅學生嘅，佢伊來一片，伊是要看到乜嘅東西，然後法系統嘛。法系統講英文，哦，伊講英文，係講英文。嗰時法系嗰種伊喺台灣讀書嘅，但是伊設計出來的東西是，我哋真係嚇到一下，嚇一跳嘛，很驚豔嘛，非常驚豔，因為伊粉皮都可以喺我哋英語度，冇簡單嘅一啲東西，客家文物講咧衫褲，衫褲，嗰傳統嘅嗰種衫褲，嗰傳統嘅衫褲，而後來伊看上係嗰啲雲間嘅東西。哦，嗰時候係伊自家去看嗰條展覽以後，伊看到自家感覺到那一有興趣，自家去讀係咪？嗰時候去讀到雲間。係雲間哦，因為我哋以前嘅客家生活啊，佢權儉，結婚啊，同平常做個字窮樣，做窮樣嘅衫。但是味道講講，我係喺來結婚呢，我們來是做嘅樣。如果說形容咯，如果有一啲雲間，如果你皮一定要剪頭，裝飾，係貴講嘅一啲東西。我哋客家文物館有幾多件？喺你看到以後，伊都設計出一啲，我哋看到就嚇到一下講，我哋看雲間可能安怎樣？冇面到，可以安尼做，可以安尼做，很用嘅作品咯。有個係個，我哋旅行嘅時間，長時間旅行嘅時候會很累，需要一下休息，脖子休息的。對。因為伊對皮族來時，要避嗰度地方，嗰所以佢洗嗰度安尼東西，喺度伊都幫我哋雲間放在肩膀上安尼意念，伊都地設計出安尼我哋所謂的脖枕、頸枕的一啲，也是放在肩膀上嘅哈，同樣呢，所以同伊個經驗有關係呢，哈，同伊個經驗有關係，而且伊個東西貴實用。而且我第一擺看到時陣，我想啊錯過，每個人一定會安尼東西，像我哋睇嘅免稅店買安尼東西嘅話，每個人一定好，因為伊有菜地嘅文化，天伊買過去唔係裝飾品，可以用，馬上可以用。喺度安尼東西，我哋咧免稅店伊啲公司，伊等好，因為伊都話講，你改變也要嘅
发色，我哋可以用无孔用发色的元件，还有讲可能用塑胶做嘅，无论点解有啲写字嘅样嘅地方，各种不同的材质做成嘢法。如果讲有种东西一定会卖，可是我像安尼东西，可是我能平常我去想嘅话，想唔出来，想唔出来，而且唔係喺设计师去想，还是我哋嘅创造去想。可是我讲真是哎，老百姓看我哋啲东西，人讲冇同样，完全都冇同样。真是佢奇妙呢，哈！你真是佢講呢，佢講啊，我都想買哦。咁啊，有冇嘅個貼片嘅作品咯？我哋一邊六倍設計人哈，我哋咧設計員嘅團隊，其實有啲關於創業嘅啲功能，都同我哋咧廠商把關。把關？係，因為我哋都同我哋頭頭一開始講嘅共用。我哋一開始我哋咧廠商明白做設計嘅時間，如果面臨到一個問題，如果溝通，第一同設計師講話愛買嘅東西，聽啲設計師出來嘅東西，又唔敢講，唔講。係，設計出來係其實唔好呢，又唔敢講啊呢。係，嗰種我哋六對設計，我哋搶係軌道嘅在地嘅欣賞，專業嘅欣賞。一定睇下比賽嘅評審嘅作品嘅時間，一定攞同嘅作品用最專業嘅作品，嘅眼光來看下作品係唔係合嘅。譬如講，我哋入邊有一啲，我哋在地嘅休閒農場嘅，也那一個 DM 啦，其實也套作品哦，對入邊我哋講 CIS，好整個企業識別，它的 DM，包括它的網站，全部一套做出來，好，咁你給他看出來，嚇嗰種嗰政策。當初負責入邊作品嘅人，嘛係已經喺社會上工作過幾個人。嗰時當初設計師誒，係一般都設計師。嗰時東西出來時，我睇佢講講，誒，佢專業吧？唔會差呢？先生都講冇啊，冇，伊都講唔嘅事啊，嗬，看放落去係建設公司嘅事，唔係休閒農場嘅事。感覺冇共樣，感覺完全冇共樣。後來老師你講啦，哦嘿喲，嘅事啊，嗬，屍體啊，真的是冇共樣。想要工作的，唔係休閒嘅都超嘅。係啊，嗰種我哋都係呢度把關嘅工作。對，好，做一個橋梁溝通啊。對。剛從頭都有講到講，宗教記憶的部分，有呢啲東西設計一定要夠難。嘿，那種東西因為歸無形。是啊，以某種嘅產業講，我真的生產一個什麼東西，後我可以針對一個產品來做設計，冇啊，假使按用嘅設計咯。係，我哋一般有啲我哋咧屏東縣政府嘅文化處，伊哋有負責咧按那個中盛公司，喺屏東市最有名。伊哋加俾按那以後最久嘅，伊哋最希望同入嘅地方有一啲像學習單樣嘅，無論你導覽之類，但是伊都因為講一般的導覽挺簡單，有寫詩，用相片，佢有乜嘅個神奇嘅方法，同他人嚟做互動。因為大部分啊，吼，像我哋去嘅地方拿到啊嘅簡介，看看啊，好無嘛嘅最後都回收。係。然後公部門本身有啲特色講，伊哋費用冇咁多，但是伊哋又唔希望把事情做得潦潦草草，嗰時伊哋都講，今日哋也要參加，也把嘢營隊，希望講我哋啲學生咧，可以提能設計無共樣嘅東西，因為伊係屏東市嘅，伊哋佢創業嘅伊哋文化資產，嗰時我哋一班學生嘅地方，都好利用喺屏東嘅，屏東嘅學生我哋在地嘅肢體，嗰時我哋都希望講，跟唔來，呢度我哋嘅故鄉，用嘢嚟轉手，我哋嚟做我哋東西。結果都出來也東西。哦，也利用嘅係窮下係一堆。哦，一堆。你連看也係乜嘅東西？也係乜嘅東西？唔講也嘅。係，也係一般來講我幫我哋導覽手冊，打開來都講說明，有乜嘅圖。但是你看打開來以後，有幾道劇角。有坑哦。有幾道坑嗬，係啊。因為我哋一班學生嘅都同人講，伊發現中盛公司伊地位幾道幾強嘅嗰種木雕啦，嗰種石雕。雕塑。對，但是伊按用嘅本學生嘅，無論本參觀嘅人，直接一看到嘅東西。一般來說，我哋係會用詩來寫。可是詩來寫，你看唔出來講，我唔講係哪一隻石誒，哪一隻人工誒，哪一隻木雕，無共樣。嗰時
伊个特别咧讲，伊设计的一个贴纸。哦。伊都把伊都喊伊起毛。头到个油扛的个头。嘿。哦。也要如果同讲，哎，也要东西黑马嘅。咩呀嘅？嘿，香诶。哦。你得贴上伊。嘿，也要有一个小天使。一个天使。你看，几时间吼，睇几时间。我能讲西方的东西啊，买等我去学，比如我听我哋的美方啊，我哋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哋东方人冇看过小天使，啲小天使上啊都鬼像东方人，也都鬼神奇的一啲东西，可是有时我哋会用实的啦，但是我哋又冇看过实的，嗰种看嘅上面的实的，上啊唔知係假的还是实的样嘅，係一啲鬼创嘢嘅，一啲。欣赏的一个点，我还有一个时间，我讲，我把以前是我讲，古代的人全部做古装，不过其实都有做西装的人，已经有做西装的人。系，你睇我哋在观赏的时间，嗰度嘅重点，其实用诗啊写唔出来，讲出来不够。用高了琴的时间，也要东西慢慢的入底嘅。我真是一叠嘢，我琴的时间，我要个注意看嘛，哈，哦，叠上嘢，你个奇妙嚟，而且你地讲，也地方，嘿，也要东西提那一窝嘅嘅。也真是都有一种互动的感觉哈，每枪拿到纸嚟见看，看到都唔解嘅，嘛记唔得嘅。错啦，嘿，迄样东西文化做改好。因为伊讲伊的下一摆伊抢伊的设计师，不一定我设计出安尼东西出来。错，也安尼，我们出安尼的出菜无简单呢。无简单呢，因为我哋在地嘅事情，要脚脑筋。系啊，我所讲也安尼的产品都变做讲，我哋本来很抽象的精神的东西，哈，都变得做安尼的东西，本人真实看得到。嘿，还有一点，如果我哋客家文化觉得咁样。我哋咧综艺厅，综艺厅咪有一摆味通嘅人讲，伊嘛要做一啲东西。佢综艺厅，人家想到讲啊，综艺厅伊啲猫，或者他講啊貓可能都出上飛胎啦，哈，天啦，哈，嗰種白牆咩啦。可是今年做出來嘅東西，真係他跟你們學到一下。學到一下，我哋等一下能來分享。好，各位朋友，按次每位設計嘅作品。等一下，我哋再過來談看咯，還有乜嘅有個特別嘅東西呢？等一下過來。從按好嘅樣對嗬，下一擺希望變成轉化成另外一個新嘅功能嚟講。第一，我哋不用再替嘅藝術家，再替嘅設計師，可以透過一位應對，無論我哋一個窗口，可以接觸到我哋在地嘅創作。如比如講，我哋睇我哋自家嘅故鄉。有工作可以讲。是。觀眾朋友，分享過來暗鄉風法。頭度呢講到無形嘅東西，像我哋呢文化，還有宗教，嚇，講我哋精神嘅部分呢，特別難設計。頭度阿明講呢，最後嗰種講到一啲嚇，該興奮嘅作品嚇，同我哋分享嚇。阿明講係乜嘅作品讓你這麼興奮呢？係，因為一擺負責嘅係我哋呢客家文化館隔壁嘅綜藝廳。綜藝廳睇緊有地方啊，能個客家呢隊個有名嘅一啲廟。那個咁你係我哋常常講廟方嘅東西係乜嘅呀？六鉗啦，哦，我哋乜嘅玉手啦，哦，嗰種東西。可是我哋想講，嗰種也要負責到也要綜藝廳嘅學生嘅，佢最尾會設計出乜嘅東西咯。結果一設計出來嘅東西，我哋真係感覺到哇！連想都冇想到，因為兩個生意咧，每日都睇隔壁綜藝廳，都睇看人，來來去去，你都發現講，誒，我哋有啲人嘅辦法，係，我哋會用我哋嘅辦法，我哋幫我哋獨家賦權嘅法，讓上來，貼上來，俾你個個去競爭，
但是精神的时间我当用的啦，我哋都唔係去買方貼，我都我哋先貼好，安尼碰碰伊。你發現講，其實天安尼文化幾神奇。天意都講，佢安尼嘅創作地方，我哋係咪可以設計出一啲東西？比如他講人來嘅時節，方便帶來，許多嘅，又可以用。伊都用兩種字，一啲卡放來，一啲扭放來，變成盤法嘅盤咧。平常嘅盤法，比如我帶下時嘅，給另外一個卡上來，從伊個蓋嘅，伊都安尼看咧。我都看得嚟去。看得嚟去。製作嘅盤法。製作嘅盤法盤咧。然後看得嚟去，多起咩以後，你哋上班卡放來以後，你變成一天眼燈，精神嘅時節，伊個有帶嘅盤咧。除此以外，有幫眼燈咧12張嘢，用盤法排出12張嘢，冇用用盤法用嘅，對上面嚟走放來。嗰時候有12種盤法嚟用嘅。嗰時嗰時做出來嘅時候，哎呦，得幾張嘅啲卡片，一種可以拿下來做卡片。你看，安尼啲年輕人會接觸，無形中要把盤法呀文化推廣出去嘅。好生年都覺啲嘅。也係乜嘅咩嘅東西咯？綜藝田哦。嗰時也係作品，一下都把最簡單嘅文化，從綜藝田嘅精神，從綜藝田嘅一啲樣式，全部都做出去。有冇簡單嘅設計？真是厲害呢！哈，有啲學生嘅哈。咁你講起來，唔怕你按到嘅，應該遇到幾多嘅困難。係一開始嘅時候哈，困難就真係覺得，因為冇人判過安尼東西。大部分人都講設計比賽。好比賽，嘿，你東西來嘅時間，好多人哋都競圖，哈，你圖出來，東西做出來唔掂，哈，反正我哋都看乜嘢圖過獎，做比賽。冇人講，伊啲設計人，做出東西來嘅，意思也真係改變。但是綁鐵廠我哋要冇錢，冇錢，經費唔少，經費唔老闆。係，嗰時一條生意其實講方來唔夠厲害，以前2年，我電人了對客家文化，後3年應該講後2年，馬上都把伊啲東西做出來。係，嗰時一條生意咧，我都同講，多路啱表都唔識做。嗰種其實喺度生意自家本身嘛幾條件，而人幾希望講睇下邊可以學習到啲東西，做出啲東西，真係比賽係另外一回事。要學到。咁當然人哋困難都講，人哋因為其實從一種按專業嘅地方，人哋如果用幾專業嘅場地，人哋有一擺攀嚟睇嘅文物館，佢做嘅全部唔合意人哋。合用對，後來我哋慢慢的都開始同我哋咧屏科大木材所，因為有啲嘢要做出來，一定要嗰種要有機械啊，要嗰時我哋後來都同我哋咧屏科大木材所，我哋都屏科大木材所買過聽說我哋，嗰係有啲即係有櫃台嘅工作室，佢平時做個全部櫃台，方便工作啦，係，還有我哋天意困難都生意嘅安全就係少。安全最重要，攀羊隊最重要嘅，最擔心嘅都係安全。係，上一擺都拄到颱風，就係我哋最買1年嘅時候颱風來，要送人都先做人，因為佢講講高鐵啊，冇可以喺，即係生意係過唔起。嗰種其實係少交通安全嘅部分，更加能夠擔心嘅一啲部分，就是遇到的困難啊。對，咁呢，未來繼續攀錯冇？繼續攀。有乜嘅展望？我哋最近有辦一個檢討會，其實我哋黃世輝老師伊都希望講，從安好嘅養隊吼，下一擺希望變成轉化成另外一個新嘅功能講，第一我哋不用再替嘅藝術家，再替嘅設計師，可以透過一位營隊，無論我哋一個窗口，可以接觸到我哋在地嘅創作。你比如講，我哋睇我哋自家嘅故鄉，有工作可以做。是。好，第二都講，我哋嘛可以培養我哋在地嘅設計師，我哋在地嘅藝術家，可以研究安尼嘅東西，慢慢地提供，都讓我哋在地嘅文化係嘛嘅東西。好，佢說你後生人可以歸來。唔睇自家故鄉呢，也可以悄悄地了解自家文化。也如果喺白你哋呢，也個養隊嘅未來希望做的。對。那你對自己有什麼？有冇個自家？你對自家有冇個期待？
我30歲人歸屏東，30歲人歸屏東。古來時其實我對我這個故鄉嘛過唔多熟悉。慢慢的開始對沙其他好開始，對好攀岩東西開始，我發現到其實我哋故鄉地方有很多嘅東西係很珍貴嘅。可是我想講，我當初會看到有東西，我用愛你的角度來看。可是我常常會希望講，從我哋睇入邊係地球嘅，我哋我感覺到哎呀，佢自然。可是其實我都想講哦，錯，我應該要做一個中間的角色，我就用外面人來看下地方。用外面人的方法，我用新的方法，好用個形式的方法，用個形式的角度來看我哋這個地方。天意都講，本愛人的東西可以行出去。有乜嘅東西係個符合我哋而家現代嘅想法。我無論講我哋而家我哋現代嘅東西，用乜嘅東西，用我哋嘅傳統嘅結合。對，其實我而家過去我可以做下。過去係老輩人你來看來設計。接下來呢，都希望我哋自家菜地嘅肢體呢，可以來個精進，嘛來學習，可以為我哋自家家鄉呢，嗬做貢獻嘛，嗬。咁你講起來，廠商方面呢，一定有乜嘅感覺冇？參加過我哋嘅活動以後，也幾間後來廠商幫人哋反應就幾好。所以有啲廠商一般就係賣麵呢，賣麵，係睇貴來嘅片。你都想講，哎呀，可以行，又可以切一啲產品線，就做客家嘅。嗰時候如果兒童人哋講，買啲新嘅東西啊，好，我哋要有啲客家元素。結果幾神奇哦！一開始我哋學生做出來時啦，啲老師嘛講，安尼唔好難。一看落嚟以後講唔錯，唔得唔了解嚟嘅。佢生意嘅量咧都比大隻嘅。但係啲下做模糊來，對工廠開始買原料要嚟做，做出乜嘅麵出來，都嘛要一條生產線。佢總經理都把生意嚟帶走，帶走以後過來以後馬上改。嗰時做出來嘅東西，我發現哦，原來係安尼，都講有6個面向，每一個面向6，我哋6對一啲細細嘅故事。基本有6種面，2種不冇共用嘅米湯嘅面。你講原來係外來嘅東西，也東西以外生意嚟都用伊哋設計嘅專業，去做個講，係啊。嗰時變成講，嗰種基本嘅伊喺廠上，伊係外面嘅人去做法，伊不一定可以了解下東西，但是伊經過我哋咧也為伊哋設計樣時間，伊佢做出佢符合伊也為想法俾伊嘅東西。如果係要創業嘅，伊哋冇想過講，我哋可以做按人強嘅樣嘅。嗰種興藝人嘅話，如果啲玻璃硬嘅，外面都上面啲縫製的。嗰種廠商的回饋算是正面的，算是非常好。嗰陣你講起來，真是對設計師、對廠商、個對唔同一個攀岩隊嘅單位來講，善意呢，嗬。我哋個希望啊，真的是這樣子哈。觀眾朋友，設計真係冇簡單，唔係講如何，要有內涵，要有意義。一定要愛做幾多嘅功課，一條設計師呢，透過一個營隊學習到6對客家文化係乜嘅。今日我哋真係該歡喜邀請到小明哥來到現場。小明哥，謝謝你。多謝你哋，多謝各位觀眾朋友。希望我哋每一個人對自家家鄉嘅東西呢，都可以了解。暗鄉風法，我哋下次見哦。睇文化創意產業按流行嘅形態，真係有文化內涵嘅，到底唔止有一道。最驚嘅，如係對文化唔了解，前因設計到這樣如何，安尼都冇意思誒。好在阿明哥一定派安尼嘅營隊，帶啲設計師去了解客家文化，讓真實聽說到6對地區，亦都按有文化價值嘅產業去做有意義嘅轉型。